有碰过上院线的导演在上映之前会到部落放映吗？有碰过自己抱那个器材，然后从很远的地方跑进来的导演吗？有碰过自己搭荧幕、自己调设备的导演吗？刚刚看过。有没有很厉害这样的导演？那不可能。看得到的，看不到的是中华民国从新中会创立到现在，你有碰过导演跟原住民合作会让原住民当导演的吗？当摄影师就算很了不起呢。我好像也没发现过跟原住民一起应该协助或帮忙或合作，让原住民当副导演的有过吗？中华民国创立新中会到现在，对不对？我用的演员都是在地的，都是普通的，有没有？都是很素的，包括他的海报。这个作者听说也是阿美族的，有没有？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？他从头到尾真的对原住民的关怀、爱、分享，那个不是用讲的。他本来风灾的时候就很想来，他很怕来的时候，别人好像为了要赚钱，为了他又觉得不好意思，所以这边的人跟他联系，他很高兴自己愿意来这里做，不一样，跟以前都不一样。所以，但是看到这个主题，哇哒！为什么原住民都要离开部落来到台北？里面要讲的故事，为什么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语言都不会讲，我们的文化都传承不下去？为什么呢？土地到最后变不见了？所以老人家都看到都会掉很多的眼泪，讲老人家的故事。但是没有关系，那个题目取得很好，娃娃都接到太阳。我不知道他的取这个太阳是什么歌，我自己的理解是，不管你受伤了、你跌倒了、你受难了，没有关系，太阳明天永远在一样的地方、一样的大小会站起来，我们日子可以重新再来。过去就算了，希望未来原住民可以做台湾的主人，阿多赛可以真正做土地的主人。特别刚刚教育的问题，你的娃娃能够传承，当然。真正做教育的主人，希望太阳明天会一样的地方、一样的大小，我们继续往前面走。好来。